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瑤口腔沙頭角店嘅毛醫生。相信咧好多甩咗牙齒想種植牙患者朋友咧去咗牙科，醫生咧首先會建議你先做一個牙周治療。點解喺種植牙之前咧一定要做牙周治療呢？今期咧我哋講一講呢個話題。牙周病佢唔算病，但係咧佢又係牙齒周圍一個疾病嚟嘅。牙周病係點樣引起嘅？大家都可以睇下我前面嘅視頻，或者可以上網了解下咩叫牙周病。牙周病咧係我哋口腔入邊嘅細菌、食物同埋咧好多人有食啲激素藥引起嘅牙齒周圍組織疾病。有咗牙周病有咩情況咧？牙肉會紅腫、出血、骨頭會萎縮、牙肉會萎縮，嚴重啲咧牙齒就會甩。當你牙齒會出現鬆動會甩牙齒情況咧，就證明你個骨頭個條件已經唔係好好啦。咁你牙齒周圍組織咧就會出現水腫啦，甚至增生。咁樣咧會令到你想種牙個區域咧都會出現大量嘅細菌，甚至咧你種完牙齒之後咧個牙周病都會傳染到種植體呢個地方，令起種植牙失敗。當然咧，種植牙種完之後咧，佢都會出現牙周病，咁就證明你嘅口腔衞生好差，同埋牙石多啊、攝嘢啊。所以咧喺種植牙之前咧，醫生會建議你大家先將全口嘅牙周病個病情先控制好，再進行種植手術。牙周病咧，佢都會對種植牙咧有好大影響嘅。我哋牙齒種完修復好之後咧，都要當自己嘅牙齒咁去維護啊，去清理。如果唔係嘅話，牙周病嗰啲細菌咧，佢都會入侵佢哋嘅種植體入邊，對種植體個螺絲啊、骨頭啊都會出現好大影響。時間長咗之後咧，會出現一個叫種植牙周圍炎。當你有種植牙周圍炎之後咧，往往咁樣情況落去，個種植牙就會有出現好大嘅失敗，甚至你裝完之後，個種植牙都會甩啊！唔好話種植牙會甩啦，我哋自己都會牙齒會甩。自己牙齒點樣都好過種植牙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當你牙齒裝完之後，一定要好好清潔，定期去牙科檢查。好啦，今期咧就為大家講解咁多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口腔衞生情況咧，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